OK， 好，接住落嚟呢首歌呢，我覺得非常之適合今日呢一個天氣。但係我可唔可以問下大家幾點到㗎？我就係好似印象之中聽到話，7點我會過嚟揾位置嘅咁樣。辛苦你哋啦，今日即係呢一個咁大霧嘅天氣。辛苦啊！見到你就得㗎啦，幾多點都得，值得嘅。好，咁我接住落嚟送一首《我真的受傷了》俾大家。希望大家會鍾意呢一首歌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住呢一個天氣、呢一個氛圍去聽呢一首歌。Thank you。燈光也暗了，音樂低聲了，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，窗外陰天了，人是無聊了，我的心開始想你了。電話響起了，你要說話了，還以為你心裡對我有想念了，怎麼你聲音變得冷淡了？是你變了，是你變了。燈光熄滅了，音樂靜止了，滴下的眼淚已停不住了，天下起雨了，人是不快樂，我的心真的受傷了。接住落嚟，我可唔可以向後面嘅觀眾唱一唱？我對住咗呢個牌，大家唔會介意㗎嗬？你哋真係好好啊！真係好靚啊！朱自清背影。是你變了，是你變了，燈光熄滅了，音樂靜止了，滴下的眼淚已停不住了，天下起雨了，人是不快樂，我的心真的受傷了，我的心真的受傷了。Thank you。大家會唔會令到我受傷？容易受傷的女人。OK，我又轉翻你。包剪揼贏咗就行前兩步。你同邊個猜啊？好，又係我出場嘅時間啦，因為咧，唔係我喺後面嘅時候咧，我聽到 Gigi 好好啊，即係，咦，我又望下後面先，咁跟住即刻嗱望一望先，因為即刻起哄咗，跟住咧前面係咪前啲啊？跟住我轉左邊，嗰邊喎，仲有
邊呢邊喎，咁啊，我就左邊又要喎，完全係呢個四面台嚟㗎，我想話。不過咁樣嘅，咁啊期待唔同嘅四面台啦。咁如果講到真係未來大計，有冇任何嘅想法已經 plan 定計劃定嘅咧，Gigi？想出多啲歌俾大家聽。然後我仲未有，我仲有樣嘢未試嘅，我都係話我希望馬年可以學習騎馬。咦，我冇印象，你咪之前仲有玩啲咩嘅射箭？射箭啊嘛，哇！好彩我都記得晒。射箭、騎馬，點解會想學騎馬嘅？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好想試下呢項活動，但係就一直未有機會，所以我覺得今年馬年可唔可以嘗試一下呢樣東西呢？咁樣係我哋期待嘅，但係同時都係期待你出歌嘅，所以咧，我驚你掛住咗係騎馬，跟住冇出歌，但係唔會嘅，因為 Gigi 成日都會出唔同嘅歌曲啦，咁但係咧講到譬如啱啱講個新嘅嘗試，可能想試騎馬啦，咁如果真係有啲嘅，譬如今日啦，有 Michael C 啦，即係同師兄嘅合作啦，咁樣一齊同場啦，咁有冇話都真係想同邊一位歌手合作咁樣？其實 Michael C 師兄佢 Michael C 係喎 Michael C 師兄今日唔算係話真係合作，真係係冇錯。咁所以希望有一次可以同佢合唱，同埋亦都向佢請教一下吉他方面嘅知識。係，我諗佢應該打支同埋好驚㗎啦。喺入邊，Michael C 不過咁樣嘅，咁啊期待即係 Gigi 都同唔同嘅歌手合作啦，咁啊當然啦。